水利署第1号传分署按什么去苏澳溪分洪道，要来解决宜兰苏澳市区风台大雨淹水的问题。也毋过，着爱征收土地哦。早起伫地方开说明会，有部分的地主是表示讲，征收了后，因原本的农地佮温仔地会互分割，不过种植养殖拢有困难哦。因是讲，政府要征收，就应该爱全部拢征收。比苏溪顶楼看去，会当看到北美桥顶连线四座桥。过去这条溪若风台来做大水，桥拢有安全的问题，有改建的需求，而且市区常常淹水。风台道的工程是希望民众能够摆脱那每一次因为下了这个极端的大雨，造成我们苏澳这个百米溪这个。整个可能带来的这样的危害全西地区苏澳港，这座有军事、渔业加商业功能的重要港口，也因为苏澳溪这么有墩山，水利署第1号传分署要开54亿做苏澳溪分洪道解决问题。像上次做苏澳改的时候我们的土地也是这样就被他1分为2这样，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耕作这种地。还有，因为我本来是养殖用地我现在的店都，如果你这样给我切割我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不过，这项工程要征收12笔私人土地，有地主伫初10宜兰县政府办的第1遍公听会讲，因的土地被部分征收了，会变做有地南山地，希望一让规地土地拢征收。我们征收后的1年内，你可以以书面向我们申请一并征收。县政府讲，有一寡地主的土地若被分割，无法度正常使用，会当伫征收了1年内提出一并征收，会继续收集民众的意见，找出一个地方的共识，好工程会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